墨会那个是墨，本墨的墨，墨会，本是取材郎。南屏山啊，屏东的屏，思念土，朝暮盼望而回归。把私心丢到河流，建设新天国。九州，万国九州，九州州有没有三点水？有三点水，跟日本的九州不一样了。第一行最后一句，才谋误着你自己。台语啊，正袂误掉你自己，抹掉那抹布那个抹那个字，用那个音啊，借用了。真正的台语不是这样写，是梦不会没。
岷江，江应该是密字旁的江，江省的江呢。第3段的第2句啊，岷江户已流水。江不是那个新疆的江，是江省的江，密字旁的江。验了真，做了真，真见平脸，是不是那个字是哪一个字比较好？有的可能是替代字啊。怎么会用那个字？啊，迷途的途是土耳的土啦，不是。换迷途的途应该是土耳的土啦，因为他等待土耳嘛。你看最后一句，第3段第2个字，换土嘛，所以应该是迷途，叫唤嘛，叫是叫人，不是叫那个道路嘛，是土地的土啦。原版就不是影印的，影印的就不是很清楚了。绘图真。那个字有的不晓得要用台语念的，但是又不是很准。内容很长啊。
吃素修行的不能喝酒当饮料了，吃素修行的不能喝酒当饮食用品了，做药用可以，做药饮可以，不能来喝着好吃的享乐的不可以的，戒酒啊，戒杀盗淫妄酒啊，戒酗酒，药用的做药饮的还可以的，做美食的还不能呢。那有的怕冷呢，驱寒呢，驱寒等于药用，还可以谅解的哈。救生命的还可以谅解，还有享乐吃喝玩乐的食用饮用酒的不行，因为有戒杀盗淫妄酒，那个酒应该是酗酒，有的时候都滴酒不沾，做药用药饮的，站在爱护生命的立场，应该救生的立场应该可以，最好不要了，最好不要发生那种事了，或者用替代品啊。长盛啊，华医崇德单位有个单位叫长盛呢，华医组的有一个单位，华医组啦，有个单位叫长盛单位，跟崇德单位不一样哦，它叫花展的花1、2、3、4的一，华医组长盛单位也是很红展的。林长正点传师领导，后来归经归空了，道场很大呢，归空成大仙呢。这个不是钟哦，是母哦，老母娘的母写中华民国的中，然后加2点，应该是母定慈悯种羔羊，老母娘先天老母娘，我们灵性的母亲嘛，一定会慈悯种羔羊，迷途的羔羊，途是入土的土啊，迷途的羔羊，只有迷途啊，是土地的土。你看有没有第3段最后一句以母施黄胎，不是中华民国那个中哦，是中华民国那个中加个2点，那个灵性的母亲，好像我们写母亲那个母转个90度。第一句第3段第一句，仙风习习吹瑶台，瑶台啊，琼瑶小说那个瑶了。早做安排啊，倒数第2行最后第3个字最后4个字，早做安排，早做安排，最后
第3段倒数第2行，母子共济啊，不是宗旨，是母亲先天灵性的母亲，写中华民国的中，然后有点2点，影印的不清楚。母是灵性的母亲，